各位大家好，我是罗昭华。今日我要讲的是即款新的电动聊天顶鱼台香菜做机。伊是今年11月2号出来的，是一个伫2.5D 世界的怀响电子动作游戏。讲的是台湾日本时代一个印刷聊天顶的故事。咱即摆就来看卖一下。这就是电动的封面。你会使看到有足侪古早味的物件，比如讲即个红仔飘、收音机，甲即本册。即摆就算互大家看。开始的存档。好。西元1895年，元清帝国因为甲午战争战败，将台湾平湖割予日本，从此台湾进入日治时代。台湾人唔愿受外来异族的统治，就安尼展开各种抗争的行动。伫这阵抗日志士内底，有一个来无影、去无踪的义賊，伊处置欺压百姓的官员，替人民出一口气。伊去抢、去拼这个歹心毒行的好野人，救济社会上的艰苦人。伊是日本人的眼中钉、肉中刺，台湾人的大英雄。伊的名声通全台，伊的故事同人知，伊就是传奇人物廖添丁。你会使看到内面的对话拢是用台语的，嘛是台文，因为迄时阵是日本时代，大家拢是讲台语的。内面嘛足侪 NPC 会当抬杠，我就找这头家讲话一下。无是你是即款人，谁啊？你即颗尿杯啊，谁啊谁啊？去三脚仔发屁！这电动内面嘛有足侪物件会使收集。譬如讲，即个邮票，这逐项物件拢是有历史固点的，会使到足侪物件。内面拢是有完整的台语文本，是足无简单的。即马就算一关互大家看。你会使看到伊个动作足紧的，跳足悬。有足侪无共的武功会使用，因为我是贼啊，我嘛会使抢别人的武器来用，嘛有挂包会使食，足有台湾味的电动。我即摆拍的拢是日本时代的警察大人，拍起来足爽快的。这个电动肯定是头一个有完整台语文本的电动，这对台语文化来讲是足重要的一步，因为这表示台文、台语汉字嘛会使用伫台湾的流行文化内底啊。其实这个电动有一个较早较简单的版本，叫做《新义无踪聊天顶》，是伫2004年出来的网络 Flash Game。伊的作者是台湾历史大学的学生，这是伊的毕业专题。伫迄个时阵，因为即个电动免费又阁好耍，足侪婴仔拢爱耍。婴仔可能着伫电脑课的时阵偷偷开起来耍一下，这对阮来讲是足重要的回忆。即摆这新的聊天顶电动是较早迄个电动的后一个作品，伊的故事是接起来的。即个电动有伫 Steam 甲 Nintendo Switch 顶悬卖，即摆买较俗，你只需要358块就会使买一个啊。但是你看 Steam 的页面，你会使看到，即摆有96%的人讲这是好的电动。即个电动嘛摕过足侪奖的，你看遮就知，这是伊全部摕过的奖。我感觉这是绝对会使卖落去的电动。毋但这电动足好耍，嘛会使支持台湾的游戏产业，甲台湾台语甲台文的文化，是足好的代志。今日我的影片就到遮，感谢大家。